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就像白开水一样，整个的指数好像就在2-3个点之间晃荡，快拉成一根直线了没有任何波动。周四 A 股3大指数全线收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小幅上涨 0.05%， 深成指涨 0.86%， 创业板指数涨幅达 1.32%， 北证50涨 0.05%， 两市成交额2.14万亿，就是刚刚突破2万亿，比昨天也稍微多那么一点。指数是涨的，但是股票纷纷下跌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那又是赢了指数输了钱，3280只股票下跌，2100只股票上涨，跌多涨少，而且这个市场分化也特别明显，这个散户想赚钱是非常难的。今天我看这个媒体报道关于股市的全是减持各种各样的花式减持，满指减持潮，一把辛酸泪你比如说什么解禁首波减持潮，海博思创多股东一致行动人拟套现，实际控制人还有一致行动人纷纷忙减持说恰逢股价反弹，广康生化特定股东拟清仓式减持，这个清仓式减持还不过瘾一个股东还违规减持。2月11日，广康生化公告，近日收到华拓智盈2号、华拓智源3号以及瑞虹凯盈1号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公司特定股东共清成华拓智盈2号投资合伙人等等一大堆的，反正是要自公告披露之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价。然后又是什么捷顺科技董事长之妻拟减持不超过 2.8% 的股份，套现 1.8 亿元。2月11日晚间，捷顺科技发布公告，近日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翠英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意向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总之要卖股票过年了嘛，套现 1.8 亿，用于改善生活这还不算又来一个叫 A 股又现天价离婚案，分手费 12.9 亿。经济观察报说 A 股又现天价离婚，警惕离婚式减持等违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天价离婚案中存在离婚式减持等情况，这可能会引发市场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担忧。如果相关方利用信息优势进行违规减持或操纵股价，不仅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还会破坏市场的公正和公平，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是哪家公司呢？2月11日深夜，国产射频龙头企业卓胜微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许志汉与张毅女士经友好协商已解除婚姻关系。这两个人协议离婚的，双方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达成明确安排，其中张女士将分走价值 12.9 亿元的公司股权。那到时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减持了满眼都是各种花式减持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刘继鹏说的胡适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减持，只要一涨大股东就跑。实际上我是不反对大股东减持，我觉得大股东他有权利减持，这也是上市的意义就是我上市了，我手中股票可以流通流通就是卖嘛。但是他在胡适那就是明显的割韭菜，变成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套利一个工具，因为他掌握了公司他知道这公司的底细。这些金融消费者你把它股价炒高了3倍或者5倍，人家就卖减持，你不喜欢吗？喜欢给你对吧？不能不卖既然大家都喜欢都要买这股票，这不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吗？流通的少对不对？大家都不卖，导致股价暴涨。那我现在卖点给散户，让散户也参与到这个也这个享受一下股价上涨的这个好处。大家知道实际上这就是股价已经远远偏离了公司的基本面价值。大股东一看对吧，我这公司就值3块钱一股，现在市场上30一股，那我不卖我卖掉一点，等到这个股价跌到2块的时候，炒的总也一地鸡毛我响应监管部门的号召，我增持，你看看对吧？刀切豆腐两面关，高位抛出那是运气了小散，跟小散同甘共苦对吧？让小散沾光让你们赚钱。低位增持，等到小散撑不住割肉的时候，人家响应政府号召，响应监管的号召
大股东增持又来一回，人家股份没少，对吧？等到你这散户再来炒的时候，一拉高，人家又要减持，在胡适就变成小股东跟大股东之间的这种博弈，那你说谁能占便宜呢？对吧？小股东这些散户那天然的劣势你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胡适的特色这还是合法的。归根结底就是你这个股市上涨，那都是脱离基本面，既然都是讲故事，那就看谁信不信的问题，对吧？大股东讲故事目的也就是套现。为什么说讲故事呢这个金融界网站它有个报道说 A 股避雷针，说巨力所据未签署4.58亿海南项目，天际股份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什么意思呢？他说多家公司发布澄清否认，说东方国信、内蒙古智算中心部分交付，收入占比小且存在不确定性。这个时候来披露了大家也知道这个算力在胡适的就是一个故事你这要沾上算力，你的股价先翻2倍再说这个时候人家出来辟谣了说在内蒙古这个智算中心只一部分交付了这个产生的收入占比小，而且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小松股份短剧业务出早期也赶紧辟谣说，你一说短剧那就说明这企业火传媒公司的吧，股价又是暴涨2倍。这时候出来辟谣说我们这个短剧业务还出早期，巨力所据未签海南4.58亿项目。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企业这个时候跑出来辟谣干什么？这个巨力所据股价的翻了2倍3倍了，就因为它跟那个什么商业航天沾了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说它生产那个缆绳用在航天上面，已经炒了几倍了，现在出来辟谣说这个我们跟海南没有签协议4.58亿现在是谣传。下面还有很多全部是来澄清的。那到底谁在炒这些东西呢？传言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金融消费者都就是一窝蜂的上呢。还有今天更有意思的是天际股份一字跌停。2020年2月11日，天际股份收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消息发布后2月12日，公司股价直接一字跌停，大额封单引发市场关注，也对锂电材料板块造成短期情绪影响。这家六氟磷酸锂龙头企业此前已因财务核算信息披露问题受到监管警示。大家看个视频今儿个咱们得聊一家公司天际股份。2月11号晚上，证监会正式对他立案调查了，罪名是4个字：涉嫌信批违法违规。来，咱们先别急着下结论，咱像老朋友聊天一样，多问几个为什么。第一个问题，这叫忽然出事吗？不，这叫靴子落地。往前倒1个月，1月15号，广东证监局和深交所就已经发了行政监管决定书和监管函。当时查出了什么事儿呢？我跟你说，全是技术性造假的典型操作。第一，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2023年对新泰材料，2024年对裕祥贸易。做减值的时候，预测增长率比行业报告还高，贷款利率不用1年期 LPR， 用5年期的，这是干嘛呢？少计提减值，利润就好看一点。第二，薪酬跨期调节。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的薪酬没恰当计提，业绩差了就少计费用，业绩好了再补提，这不叫会计差错，这叫利润美颜相机。第三，财务资助不披露。2023年9月到2025年8月，向非关联方借钱出去，不审议不公告，钱去哪儿了？为什么藏着不说？你看，商誉、薪酬、资助3个雷，个个踩在红线上，所以昨天立案不是忽然翻脸，而是秋后算账。第二个问题也是最扎心的，你猜控股股东在干嘛？咱们看时间轴，2025年12月1日到5日，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减持套现 5.8 个亿，12月8号又减了 1.26 个亿。朋友，那时候股价还在40块上下呢。而监管函是1月15号发的，立案是2月11号发的，减持在前，利空在后，你就说这巧不巧？官方说减持原因是自身资金需求，我没说不信我就是想问，为什么需求这么急？为什么时间点这么准？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第三个问题，18万股东现在怎么办？截至今年1月30号，天际股份股东户数是 18.16 万，人数还在增加，说明什么？很多人还在往里冲。有人说，公司不是业绩扭亏了吗？2025年赚了7000万到1个亿，六氟磷酸锂涨价，行业回暖是，行业是回暖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连赚多少钱这个基本事实都可能被技术处理过，那所谓的业绩反转，你还敢信多少？
而且我必须告诉你，立案调查期间，上市公司不能搞定增，不能发可转债。天际股份是做六氟磷酸锂的，这个赛道有多少钱你我都清楚，融资渠道一断，哪怕账上有钱，心里也是慌的。好，现在咱们换个角度，这事儿谁受益？咱们得承认，同行竞争对手可能是间接受益者。天际股份如果因为立案调查导致融资受阻，客户信任度下降，管理精力被监管牵扯，那么在六氟磷酸锂这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订单会不会往合规更扎实、治理更透明的头部企业倾斜？这个逻辑不需要我点名，做电解液、做锂盐的龙头企业，大家心里都有数。存量博弈的时代，对手犯错就是你进攻的机会。最后，我想跟屏幕前的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炒股最怕的不是亏钱，是亏得不明不白。天际股份这件事儿，最让我在意的不是立案本身，而是时间的巧合。40块钱的时候，大股东离场，散户冲进来，现在跌到36块附近，立案了，散户扛着。信息差永远是这个市场最贵的成本，所以忠告就2条。第一，被立案的公司不要急着抄底，证监会查的是过去2-3年的事儿，你以为利空出尽，可能只是上半场。第二，减持公告，尤其是大股东在敏感时期的精准减持，一定要当回事儿。人家用真金白银投票，咱们得看懂这个信号。投资路上，咱不图一夜暴富，但求夜夜安眠。你只要一打开这个跟股票相关的网站或者话题，你就能发现大量的证监会的处罚，就每天的多少起各种处罚，这为什么罚不完呢？我一直就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新任村长一上来之后，那叫严监管，监管叫斩牙带刺，要什么？要让这个倾家荡产，要牢底坐穿，说得很狠啊。但是2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有，对吧？每天都这么多违法违规的。有网友说啊，你就在茅坑边上守着茅坑拍苍蝇，那苍蝇可不是越拍越多吗？你看这个处罚啊，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黑色幽默啊，说机构操纵股价投入数亿元，倒亏173万。投入数亿元，上海知名投资机构连同他人操纵股价，搞了1年多，倒亏173万元，不服监管处罚，起诉证监局，法院判了。近日，上海金融法院对原告上海某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刘某宇诉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进行审理。上海证监局相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该案系上海首例因操纵证券市场受行政处罚而涉诉的行政案件。2024年9月10号，上海证监局认定上海某咨询公司第三人金某顺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影响某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行为，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203条所述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这个在胡适啊叫司空见惯，这个金某顺还上海某咨询公司那是算他倒霉撞到枪口，所以这个上海证监局啊那就对这个进行处罚呀，其实罚的不狠啊，对上海某咨询公司处以120万元罚款，对金某顺处以120万元罚款，实际上就是轻拿轻放了，象征性的啊。对刘某宇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罚酒3杯。结果这个上海某咨询公司啊不干了，觉得冤得慌，所以啊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个上海某咨询公司就是原告认为啊，其与第三人金某顺之间不存在共谋，交易该股票系正常投资和市值管理，这叫市值管理啊。你看看，客观上不存在操纵市场的行为，主观上不具备操纵市场的意图，且当时监管政策鼓励控股股东开展市值管理。你看啊，就是我是响应你们监管的号召啊，不是要上市公司对自己市值进行管理吗？所以我就跟上市公司一起啊，我这个行为是维护上市公司市值股价，所以我替你干活，现在你把黑锅让我背，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以及公开信息获悉，上海某咨询公司即为上海登城咨询有限公司，曾用名为上海泰和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而这个刘某宇为时任上海泰和汇总裁，而金某顺即为那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经过计算，涉案账户在2017年12月19日至2019年4月8日期间买入该股并全部卖出，合计亏损173万。我想大家恐怕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你为什么说这个上海泰和汇就这个私募他觉得亏啊？他确实恐怕是跟这个上市公司签署了市值管理协议，他是帮他进行市值管理的，要不然不可能不赚钱呢，还赔了173万。这
家算上手术费，2017年啊，市值管理的多了去了。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说你监管部门，你只要提倡什么，那必然有人会钻漏洞。你监管部门提倡什么市值管理，那这些上市公司就开始钻漏洞了，这也叫市值管理。它不是通过什么啊，我提高自己的收益，我这样我那样，我及时公开透明的披露我的信息，有什么好消息及时澄清那些坏消息，对吧？不是的，它是通过歪门邪道找这些私募跟人家签协议，让人家来进行市值管理。监管部门喜欢高分红，那行，那我就开始高分红，我就跟舒家印一样啊，分完之后欠社会，对吧？2万亿，自己分走了几百亿、3000亿的。就是你只要监管喜欢什么，我就一定会投其所好，而且擦边。监管没办法，监管的本意肯定是不是说让你找个私募在这儿，对吧？天天对敲啊，这叫对敲啊，一大清早就把股价先拉上去，免得它掉下来了，制造假象，对吧？每天成交还挺活跃，这不是操纵股价吗？所以说操纵股价和市值管理之间有什么区别？提倡分红和叫流血分红，这中间有什么界限？你看你要不提倡分红，很多上市公司上市30年就1毛没拔过，从来不分红，对吧？你一旦说提倡分红，那行，这些公司就逮着机会了，从银行借钱虚构利润，然后一分，大股东拿的最多，合理合法。所以说你中国的资本市场你没法弄，不能说推倒重来吧，至少那也是要花大功夫去治理。你就单靠证监会、证监局去管，怎么管得过来呢？5000家上市公司，它怎么可能管得过来？只能发动群众，对吧？发动这个做空的机构，你们每个人盯着，对吧？你愿意做空，你来盯着。所以说啊，这个胡适啊，说来说去是制度性问题，好不了。你也不能说他不管，对不对？你看你每天罚这么多，罚得完吗？这一轮啊，高分红，你看看吧，要不了2年，一定会一地鸡毛啊。提倡分红，那一定说你这上市公司赚了很多钱，盈利能力很强，像茅台，你赚了钱多分一分，没毛病啊，这是提倡的。但是他就有这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那许老板他也热衷于分红，最后一个2万亿让社会去买单，对吧？你要追他以前分红的钱，你上哪儿追去啊？人家花掉了，人家变成什么家族信托，不知道藏哪儿去了。所以胡适啊，像许家印这样的人那多了去了，大大小小的许老板啊。今天晚上有个热搜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去，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一个女演员称在股市亏损几百万，那不跟我一样吗？女演员投资失败，搬进出租屋，这我倒是没这么惨啊。说的是怎么回事呢？说近日演员马某啊，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在结婚之前的人生如同开了挂，那就是一路顺风顺水嘛，却在22岁事业上升请婚，这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啊。说最后在26岁选择离婚并退出娱乐圈，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你看看啊，这我给翻译一下吧，这个不太好理解。就是说这个马某啊，就相当于考上了这个清华啊，计算机系，22岁嘛，人生像开了挂一样的啊。然后22岁一毕业就进了一个大厂敲代码，26岁这个他就被裁掉了，就这意思啊。被裁掉之后，他为了养活自己，好拿着这个补偿金和他的挣的这个钱工资嘛，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啊，作为投资小白，他毅然将所有的钱放入股市，最终亏损几百万。这个在热搜上挂着的啊，这个女演员称在股市亏损几百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吧？如果你是码农，如果你是白领，你被裁了之后，千万不要拿着自己的赔偿金，说我找不到工作，我就进股市炒股养活自己，养活这个家。但职业什么投资人不要做这种想法。血淋淋的例子啊，管你是演员还是码农还是白领都一样，对吧？拿着自己的补偿，想在股市里面寻找人生，对吧？这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呀，最终是失败而归。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跟我老乡这个向立刚两人干起来了啊。这向立刚是我老乡，我很少提他啊，因为向立刚跟那个夹头跟胡一进他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啊。总体上他们以前呢，这些人都是一个集团的，都是在网上对那些公知啊，打个引号吧，所谓的公知喊打喊杀，这些人他们是一波的啊。后来公知对吧都不见了，反正已经没有了。好，这3个人之间的这种立场就发生分化，就是他们有细微的差别。总之啊，总体上就是谁看谁好像的革命友谊不太纯洁啊，觉得他们还不够革命。你看加州老师对胡一进老师对吧，那经常敲打。那向立刚跟加州老师好像2个人也是有间隙啊，但是我看向立刚的非常少。但是今天啊，胡一进老师啊，他突然评论向立刚，为什么呢？是因为向立刚发表了一个微博啊，他说中国的法律界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了。他说我们都知道法律是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制定这个行为规范第一件事必须是立场
我们的行为规范要由代表中国利益的人来制定。但是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法律界，尤其是法律理论和学术界，是拿外国组织的权，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拥有外国的居留权，有很多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全家或子女都在国外。那些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外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人能代表中国利益，制定符合中国道德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行为规范吗？有人相信我们的行为规范应该由外国人或者是拥有巨大国外利益的人来制定吗？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法律界搞出常人无法理解的判决，搞出颠覆普通人智商的规定，他们悄悄把外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渗透进中国的行为规范。中国必须要理清法律界，要把那些家人在外、利益在外、研究经费在外的人清除出去。你拿了外国人的钱，还能搞出有利于中国人法律的法规吗？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事吗？这是夏令干的这个关于法律制定法律的他的一个观点啊。那也就是说制定法律，让那些在外国留学的、有外国背景的、老婆孩子在外国的，或者个人巨大利益在外国的，让这些人离开啊，不要染指法律规范的制定。这些人要制定法律，那一定是不会代表这个中国人利益的，违反了中国的价值观、人生观，就这意思啊。这个观点对吧？你再引申一下，那就跟董明珠的，我们对吧？培养干部、中层干部是不能有海外背景的，不能在海外留学的。那你再看一下，引申一下，实际上就跟现在的什么斩杀线、劳 A 这个理论是不是就不谋而合啊？说白了就是当下是这种思潮，对吧？这个夏令干我感觉也不容易啊，也搞流量嘛。这个爱国这个赛道非常卷呐，那个劳 A 这个流量大，但是作为这个这革命元老，对不对？那都是跟加藤老师这种教主级别，但是一起混的，打天下的，不好意思是去这个硬蹭这个劳 A， 对吧？这些小灯是不是？那人家毕竟是老灯啊，你蹭小灯的流量，硬蹭不太合适，所以说人家蹭的文明一点啊。他这个感觉就是在蹭这些流量嘛。现在这盘盘们正好今天那个聚集在这个区这儿，聚集在这个粑粑这儿流行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区就是聚集在这个方向吧。那夏令干老师马上就照这个方向来了，那在这看能不能引一些区过去，流量不就来了吗？不过夏令干老师如果按他的这个论点按照夏令干老师这个观点的话，那我感觉他是在影射家头他是在影射教主这个有点这个就是谋逆篡位的意思。你看这个要把那些家人在外、利益在外、研究经费在外的人清除出去。我想家头老师如果看到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动向？难道要冲我来了吗？家人在外，对吧？家头老师家人就在外，利益在外，家头老师在美国有房子，利益就在那儿。研究经费，加德老师那经费反正跟俄罗斯不清不白，对不对？那俄罗斯那个什么今日俄罗斯的那些宣传机构，那些大喇叭宣传工具，经常找加德老师，还给他送茶叶，对吧？邀请他去俄罗斯讲学，邀请他去俄罗斯那什么大使馆吃喝。所以说响应夏令干老师的这种观点立场，对吧？那就把加德老师清除出去。按照夏令干老师的观点，那加德老师就不能对国内指手画脚，对吧？不要建议在国内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走集体，一会儿搞那个，你这都是代表外国人利益没毛病吧？所以我感觉这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这个加德老师坏了事之后这些人都想明里暗里要踩一下加德老师，要这个踏着加德老师的尸体，要趟着这个加德老师的鲜血向上攀登。我前2天刷了那个视频也是加德老师这一系的一个姓高的一个什么学者吧，反正有一阵子莫名其妙就火了嘛，后来卖酒还是卖啥，也被网友发现差点意思，被盘们呢姓高，就高什么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是他以前是翻译然后他现在在国际上到处怼这个怼那个解气。其实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的人他是以专家的面目这个人设，专家的人设行走在这个国际舆论这个舞台上，结果这样的一个人跑去硬蹭劳 A 的这个流量，可见这个盘们现在胃口变了，不喜欢这个专家学者这种你讲这些云里雾里的这个讲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的这种人不喜欢，对吧？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比如维吾老师现在热度也不怎么地了，那个高教授热度也不咋地，为什么呢？因为你讲道理盘们理解不了，盘们就喜欢劳 A 这一口简单粗暴暴论，你直接给结论就完了，就喜欢这个什么吃瓜盟主百年歌这种的贴
标签，对吧？这他的口号，他的观点都是简单粗暴。说实话啊，项立刚这种人，还有这个胡锡进这种啊，胡锡进还稍微不一样。项立刚这种人在盘们那儿都已经是老登了啊，老气了。因为项立刚他是以什么通信专家这种身份、这种人设，那盘们听不懂，什么通信专家，那玩意儿不都是美西方的吗？盘们就需要你讲美国坏在什么地方，美国就是差，咱这就是好就完了。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在这个基本盘那儿，项立刚是一个过气的，不值得提的，对吧？他只偶尔出来这个惊世骇俗一下，那这搞点流量。结果胡锡进老师还评论他啊，胡锡进老师评论呢就相对来说啊，让人感觉胡锡进还好像稍微正常一点。不过对我来说啊，胡锡进老师啊、项立刚还有加州老师他们，不要看他们什么对某些具体的事物的观点似乎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他们是一拨人，他们都是一条路上的，只不过是一个站在更左边，对吧？一个更极端，没有最极端啊，只有更极端。改革开放40年了，居然还有所谓的通信专家呼吁闭关锁国，他这不就是闭关锁国吗？这他倒退到100多年以前了啊！这100多年以前，这好歹咱们还提出什么？提出一个叫什么洋务运动，对不对？就是什么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用，好歹就是不排除，对吧？从国外的好东西能用的东西，咱都要学呀。人家现在开倒车，直接开到200年前了，排斥啊，跟国外有关系的这些一切，这不归根结底就是意思啊，对吧？大家都知道啊，国外的那我们开放到现在，不就是好的咱要学嘛，坏的要避免。结果现在有人啊，居然要开倒车开回去，你再往回倒一倒，那男女还不平等呢。不过不要紧啊，按照这些盘们的观点，如果按照盘们这个搞法，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